主后2025年10月19日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，大声来听读圣经。尼米记第10章28到33节。其他的人民、祭司、利未人、圣殿的守卫、献死的、圣殿的工人，以及所有甲列国人民断绝关系来归顺上帝律法的人，甲因的某、因的囝、查某囝，以及为明白代志的，拢支持遐个做领袖的同胞，就抓宣誓，要遵趁上帝通过伊的仆人摩西所传授的律法，要持守遵行上主、阮的主一切的诫命、命令甲规例。阮无要将阮的查某囝嫁互即所在的外族人，嘛无要互阮的囝娶因的查某囝。安息日也是圣日，即所在的外族人若带商品也是五谷来卖，阮无要甲因买。每第7年，阮无要种作，嘛无要讨欠阮的债务。阮规定，每年逐个人着奉献4公克的银，做上帝圣殿的路用，包括献祭的饼、经常献的素祭甲烧法祭、安息日、初一、节期的祭物，甲以色列人赎罪的祭，以及咱的上帝殿内所有工作的费用。弟兄姊，大家平安。拍契约是规范立约的双方各自的权益甲义务，有保障也有法则，所以要拍契约必须详细考虑，也着真谨慎，照约照行，有法有据，免得日后发生争执、恶日败解。所以立约也是诚实甲信用的保证。圣经中分做旧约甲新约，基本上就是上帝甲人的种种契约。旧约中的契约非常济，有拿大水以后的庆之约，有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有摩西伫西奈山颁布10条诫之约，有大笔之约等等。今日咱伫尼米第9章到第10章，有看到伫第10章，尼希米甲以色列人也甲上帝立一个新的约，愿意信靠上帝，透过奉献，供给圣殿甲神职工作者稳定的生活需要。大先，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是第9章1节到37节，认罪、祈祷、敬拜、大聚会。伫犹太历的7月24日迄一天，因举行禁食、祈祷、敬拜大会，因用禁食、穿麻衫、散涂粉来表示因的诚心忏悔。因有甲所有外族人断绝关系，这咱通参考《以斯拉记》第9章到第10章，伫因中间有一寡人甲外族人通婚、联婚，后来离婚的相关记载，用安尼表明因要洁净家己甲社会的决心。因的认罪的中间有认家己的罪甲列祖的罪。这场大聚会头尾用6点钟的时间做礼拜，分做2大部分。前半段用3点钟听读上帝律法的册，后半段阁用3点钟做认罪甲敬拜。做伙者有可能是经学教师以斯拉，另外有记一寡协助的利未人，有可能是伊的学生兼助手。因徛伫台仔顶带领祈祷敬拜、读经甲讲经讲道。
主要的内容也是做以色列历史的简要回顾，甲上帝怎样会作为祖先甲因的无顺探，背弃上帝种种罪状，直到上帝互因拄着患难、艰苦，搁做亡国奴，所以因悔改求救上主。第二段伫第9章380到第10章390节，为真实悔改签名立约。伫人侪祈祷敬拜的大聚会结束以后，因有认真整理该着悔改具体的条文，写做契约书，由政治领袖、各支族的领袖甲祭司利未人。总共84个人代表全民签名盖印仔，成做正式的契约书。这通讲是一个创举，以前甲上帝立约只是口头讲讲咧，也是用啥物件来做记号。现在是必须签名甲盖印，是更较慎重也袂当反悔的文书证据。条约的内容主要是禁绝甲当地异族的通婚联姻，守安息日无做生理买卖，守安息年互土地休耕也免除祭物，定每年捐献一个人4公克的圣殿税，支付圣殿经商费。抽签轮流献茶做圣殿献祭的路用，奉献头水的土产甲大囝精生，奉献1/10互利未人，利未人也着拨1/10互祭司，用安尼来宣誓，因遵守上帝律法，甲无要去杀上帝的圣殿。尼米记第9章到第10章对咱有啥物教示？第一项讲到着咱明白圣经，也着遵探道理。尼米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民召开认罪悔改敬拜大会，因伫听明白摩西律法的教示以后，因有做一个真要紧的誓约，就是愿意顺服佮遵照律法的教示去做，对个人、家庭、民族、社会、优点线面全面的悔改复兴，就带来上帝恩典的祝福。听甲行是信仰的两支骹，圣诗400到8首是咱正式的圣诗。主的福音真道理，人人着听伊教示。若是有听无去行，就是开花无结子。圣经雅各书第2章26节讲：身躯无气是死的，信心无行为嘛是死的。咱的心思意念着要互上帝话语充满改变，安尼咱才会当行做甲讲话下主的心意。有一个不教的故事讲，大有才华的苏东坡甲不印法师是好朋友。有一日，因相招伫打坐，伫打坐中间，苏东坡问佛印讲：“好友啊，你看我成啥？”佛印讲：“你亲像一仙笔伫断坐。”若是佛印问苏东坡讲：“换你看我是啥物？”苏东坡大笑讲：“伫我眼中，你是一部牛屎。”佛印无应声，继续打坐。苏东坡转去讲互伊的小妹听，伊的小妹甲伊讲：“发由心生，佛印心中有佛，你的心中敢若牛屎，你输啊！”圣经箴言第4章23讲：“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。”咱的心着互上帝话充满，
毋通互世间乱七八糟的杂事杂念吞满。遵趁上帝道理，才会行伫上帝所欢喜、受祝福的道路。第二，伫遮咧讲到着，听上帝也着爱有具体的行动。以色列人甲因愿意遵趁摩西律法的教示，用文书契约列出一条过一条的清单，表示清楚因要安怎甲愿意遵守的项目是啥物。这也帮助咱思考甲反省。咱虽讲咱听主听教会，若呢减有啥物较具体的做法行动，通表示咱对教会、对主的疼痛咧。第三，决志甲誓约。以色列人伫因重新好好服侍上帝，佮遵趁摩西律法的律约中间，用写做契约文书，佮签名，当伊相同的证明做心中的誓约。宣教师也是台南实验院的创校院长，巴吉个牧师伫10岁生日的时，有写一份献身的誓约文。后来伫每一年生日，伊拢会搁签名一摆。到伊结婚了后，伊的牧师娘陪伊做伙签名。这份献身誓约文伫巴牧师过身了后，伫咧整理遗物的中间，互人找到，也成做台湾教会历史真重要的遗产，也时常互人孝念。做牧师的伫奉福就任的时，拢有誓约；中职就任也有誓约；信徒伫咧领洗礼入教会的时阵也有誓约。大部分的结婚礼拜，新郎甲新娘也会做誓约。誓约是决志甲献身，是心中的约定，袂当随便反悔也是毁约的。愿咱明白圣经，遵趁道理，听上帝也着爱有具体的行动，用决志甲誓约来守护咱一生甲主美好信仰的约定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爸爸，上帝，阮感谢你伫阮咧听读圣经尼米记第9章第10章，阮有看见以色列人因怎样悔改认罪，也甲主你重新立约，互阮也知影，阮做一个基督徒，阮讲阮听主，阮听教会，阮也着爱有具体的行动来表示阮的信仰甲决心。求主帮助，互阮也用一生的誓约来持守甲主你美好信仰的约定。阮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